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今天是补班补课的日子，还能够看见大家准时的坐在这里，我们感谢上帝。在今天晚上，我们要再一次的用我们的敬拜来到神的殿中。当我们从座位上面起立，我们要一同的来敬拜，我们要来更多的帮自己放在神的面前。主圣灵要再一次的开拓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的不管是在高山或低谷，我们都相信你的恩典要如同河流一般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圣灵
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世界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交换我生命。恩典之流恢复我的洁净，与我同在，使我坚定。主生命轻轻呼唤着我的生命，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十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交换我生命。恩典之流恢复我的洁净，与我同在，使我坚定。主你的爱越过高山，主的爱越过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里。恩典之流进会中，我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此生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行事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面，述说你奇妙荣美。此生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行事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面，述说你奇妙荣美。十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交换我生命。恩典之流恢复我的洁净，与我同在，使我坚定。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里。恩典之流进会中，我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主啊，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淹没我们的心，淹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面临了一个新的时代，我面临新的挑战。主啊，但是我们站在这里，我们仍要宣告：主啊，我们属于你，求你差遣我们。主啊，你说话，我们就跟随你，我们就顺服你。好不好，弟兄姐妹？那在今天晚上，在这个时刻，就在现在，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祷告，神在这个新的世代，要是给我们新的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策略，但我们的眼目仍然是对准我们的真神。我们
心与你合。我们要更多来呼求，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你爱降临，我口中勇敢站立，你旨意成就真理。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要来宣告。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我们要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你爱降临，高举起抬高双手，我们心与你合一。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你爱降临，我口中勇敢站立，你旨意成就真理。这时代要呼求你，我们要呼求神，呼求你的爱降临，高举起抬高双手，我们心与你合一，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我要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呢？因为你知道在这里有那上好的福分，有那最美好的恩典，是在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替代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却看见了有许多，无论是新闻上播的，无论是在家庭当中的，无论是在我们的周遭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常常让我们看不到那真正美好的，或是让我们误以为那是真正美好的。但是来到这里的人，我们都看见那上好的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可是当我们回到世界的时候，这些事情、这些环境仍然还是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困难，甚至那个黑暗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但是主耶稣让我们有一个恩典，是我们可以举起代祷的手，我们可以透过祷告，这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透过祷告，将他们所求的事带到神的面前。神他按着我们的信心，就为我们来开这扇门，开这一条路。特别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没有任何的方法，当我们觉得不可能改变的时候，神要我们这个世代要举起代祷的手。所以我邀请大家，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就开口为那个你觉得不可能改变的，你正在经历的黑暗，你看到的那个痛苦，我们就将这些不论是我们自己、我们身边的人的，我们就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举起代祷的时候，我们就开口来祷告，向这位神来祷告。那上好的福分就在他的那里。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支取，我们就要领受，我们就要领受那改变的契机，我们就要领受那从神来的智慧能力，要大大的来充满，愿意开口相信他的人，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你的情况来祷告。主耶稣啊，我要为你主啊，你在现在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来祷告。主，我们都是一群领受从你来信心的人，我们看见主真正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看见在我们周遭当中有许多主啊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改变的，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有许多伤痛的事情，主啊，我们真是要带到你的面前，投出你大能的手，亲自来改变这个环境，亲自来改变我们的内心，亲自来改变那些我们认为不能改变的。主啊，带领我们。主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来领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在做一个跟随的行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但我们靠你可以。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更多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让我们来先跟随主，紧紧跟随，紧紧跟随，开口来唱，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让我们看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呼求主的名，我们就要呼求主的名，唯有主的名永不改变，唯有主的名要带下那翻转医治的工作，唯有主的名在于我们不论高山低谷中，都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盼望。再次来宣告，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的爱降临，高出头，勇敢站立，你心里成就这地。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的爱降临，高举起带到双手，我们心与你合一。这时代
主，这世代要来呼求你。主，这世代要举起双手，要为这地来祷告。主啊，因为这世代是蒙福的世代，因为这世代是受你拣选的世代。主，因着在这里有许多相信你的人，有更多跟随你的人，所以主，我们对于现在的环境，对我们所看到的困难，我们心里有力量，我们心里有盼望。因为主，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主，你应允我们，使我们的心里有力量，使我们的心里有盼望。这盼望跟力量不只是在个人当中，更是在这一群相信你的人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众人要得着祝福。主啊，在我们当中还有许多在困难里的人，主，你亲自成为他的帮助。你也教导我们彼此相爱的功课，让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中先连结于你，我们的连结就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有力量、有盼望的团队，使你的儿女都得着祝福，使我们所经的环境，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就要翻转，就要得着祝福。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今天的晚上，你教导我们呼求你的功课，再次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坐下来的时候，跟你旁边说，我们一起要来祷告呼求神。大家平安，平安。哇，那个今天是那个补班补课日，然后我看到很多人他们还穿着制服，然后听说有些人是便服日哈，永远便服日。好，那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吗？有吗？有吗？有很久不见来的朋友吗 ？OK， 那我们就欢迎我们自己好了，欢迎今天补课补班的朋友，掌声。好，我要进入到那个消息报告，没有那个哦，按那个，我在幕子上面，没关系，那让他按好了。就是在10月1号，就是明天的时候要选举长老跟执事，你准备好了吗？看一下旁边的人，你准备好了吗？如果明天早上你是不能够来，但是你有投票资格的人，其实请假已经来不及了，听说那个我们要那个赶快踊跃参与。那如果你明天是有投票权的那个，你需要 morning call 的呢，就是赶快互相连结一下，请大家互相提醒，要赶快起床，要来聚会，然后要来投票。明天是重要的日子，因为是在预备从现在到将来，长老跟执事在教会当中是很重要的职分，因为它让你现在可以舒服的坐在这个地方。OK， 好，那圣礼点呢是在11月5号。我们这个 PPT 改版，大家不要抬头看一下，这变得更那个温馨一点哈。谢谢我们的余文。第6次圣礼点11月5号，那报名洗礼在10月22号之前。如果你已经符合资格的人，你可以报名，然后洗礼归入主的名下。然后在10月22日，在我们当中核心同工的，请你举手。有人不知道自己是核心同工，好，手放下，然后我也要举手。那个10月22号下午1点，我们邀请到翁牧师，他来跟我们分享门训的生命，这很重要，跟旁边说这很重要，这很重要。所以，如果你不是核心同工，但是你希望能够认识什么是门训的生命，能够认识什么是门徒的生命，也邀请你可以一起来参与哦。就在10月22号礼拜天下午1点的时候，然后明天呢有一个特别的活动，
这个特别活动呢，其实可以讲一个见证，非常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原本跟1919，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1919？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有那个开始摸头就知道。对，有人曾经在1919的时候，差点就是1919，你知道，就是1919，就是透过这些社会的公益活动，它就是在我们教会也有，然后透过那个安家食物银行之前的方式呢，让有一些弱势的家庭，他们可以登记，然后来得到一些资源，然后可以让他们的家里就是在某一方面就是有得到这个需求能够被满足。那这特别是针对就是弱势家庭啊各方面，所以会办。之前有人就有参加过那个脚踏车，记得吗？讲到脚踏车，大家就会稍微醒过来一点哈。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差点就不能坐在这了，因为那个1919的事件，那个头破血流，但是活过来，因为上帝认识他、医治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原本是跟这1919连接上，可是后来呢，神的带领，透过那个有听过《爱在4月天》吗？听过举手。手放下。没有听过。那知不知道有一个艺人，他叫做，竟然还忘记他名字，宋达明。好，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是问号。那可见大家的年代不同。好，那就是这些艺人呢，他们组了一个爱在4月天，然后透过这个活动，他们就向大家来分享在信仰里面的爱，在信仰里面的喜乐，在信仰里面的见证。那他们在之前都有办那个像是演唱会，像是一些大型的活动，他们这次就跟原百去结合，然后还有跟桃园市政府，所以呢，它就变成原本只是我们去摆一个小摊位，变成要办记者会。所以明天早上的时间，不是早上，下午的时间，在远东百货。如果大家做完礼拜不知道去哪里，可以去附近吃饭，然后参加这个公益活动。下午2点的时候在原百桃园店，那我们有一个愿百的小摊位，然后也有在那里有我们这边非常年轻的同工，明天会参加的举手。明天会参加的 ，OK。那有一些人呢，你们可能会在那个电视荧幕上看到他哦，因为这是一个跟市政府合作的活动。好，那这边呢，青年牧区的总务组跟敬拜组的招待小组在招募小帮手，所以如果你有意愿的人，你可以向陈汉跟玉萍来报名。他们每个礼拜都非常的尽心尽力。因为时间一到就要赶快预备，然后大家都走光了，他们就要边收，然后排椅子，然后恢复场地。所以如果我们彼此都有看见的那个像小垃圾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话，我们看到，我们就随手把它捡起来拿去丢掉，然后也让这些服侍的同工他们能够更轻省。这样好，那10月9号到10号，礼拜1到礼拜2，社青团契出游。然后这次要去的地方是北投跟淡水，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社青，可以请你赶快报名，明天是最后的期限。那现在已经蛮多人要去了。好，那如果你是社青，你可以来报名，小社青也可以哦。好，那社青研经读书会10月1号下午1点在403，然后读的是《使徒行传》第18章。然后他们进度就是一直维持很稳定的在继续读经。那如果你对研经有兴趣的，你也可以一起参与。然后学青团契庆生会，然后还有社青团契的职场见证分享。下个礼拜6在7楼的副堂，社青在1楼的大厅。然后10月8号呢，社青团契的聚会暂停一次，对。另外一个是属灵家长装备课程，10月7号礼拜6 9点，然后在7楼副堂的地方要第4次上课。那请大家有报名的，务必要来上课。那如果你真的有要事不能参加的话，一定要请假，而且之后要补课。
下一个是我们就是很久不见的全家领执事，在上次大家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吗？就是之前他的妈妈刚离开这样子，离开这个世上这样，所以他前一阵子都不在桃园，都在嘉义这个地方。那他回来了，回国了这样。那接下来10月22开始呢，他看见了许多人。我们来到教会之后，很快的可能有人会邀请你来服侍。可是，在服侍的现场当中呢，常常会有许多的，因为不认识不知道，还有因为我们以为的，所以有许多我们做的，然后反而很多的冲突啊，很多的不解，好像信仰跟服侍好像很常是我们生活挣扎的一个议题。所以呢，全家人只是他看到这些呢，他就是特别预备了这个课程。他跟我说，他是2年前就开始预备哦，所以这不是2天前、2个月前，2年前他就在预备。从认识到服侍，从认识耶稣开始到服侍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报名这个课程。那在主日的9点，对，所以既不会影响到儿少青礼拜，也不会影响到周六礼拜，所以你如果不管参加哪个礼拜，你都可以参加去报名。然后1楼公布栏有可以填那个表格，我上次看好像已经填了10几个人了，对，所以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认识。那大家上过他的课都知道，他就蛮有趣的，就用诙谐幽默还有梗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接下来这个是我要拿那个。2017迦南有圣诞，对，最近很夯是那个中国有嘻哈，对不对？有看那节目的举手，有看那节目的站起来好了，马上就坐下。没有看那节目的站起来，这样比较可能人比较少这样。对，就是你有 freestyle 吗？我们这次也是在邀请有 freestyle 的年轻人，就是我现在手上有一张这个邀请卡，就是迦南有圣诞2017青年牧区所举办的圣诞晚会。竟然没有欢呼因为我听说前几年青年一直吵着说要办自己的那个晚会，然后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哈，然后终于要办，然后大家就这样，不要叫我这样。真的，教会很爱青年，让我们有这个机会，青年自己来办青年的圣诞晚会。所以呢，我们要邀请充满活力、有热情还有创意的大家一起来参加迦南有圣诞。这次的主题就是圣诞节，然后你们可以根据这个来设计表演的内容。然后我们这次是邀请学校社团哦，你在学校有参加社团的举手，举手。好像都没有参加过，什么东西啊？天哪，我们的教会青年没有参加社团活动，社团时间都去哪里了？都来教会，怎么可能？这就是谎言。周间你最好那个，对，所以呢，我们这次有邀学校的社团。那如果你有认识你学校的社团，你觉得他们表演超棒的，就是要邀请他们来参与这次的圣诞晚会。那参与这次圣诞晚会的团体呢？同样，我们也有留一个席位给那个我们自己的青年啊，要不然人家都上我们的台表演，然后我们自己是主人，然后上面没有我们，然后有人说这样感觉就是自己很被忽略这样，那所以就邀请我们自己呢也出一团哦。那这次呢，我们在12月23号的晚上，有人就说我不知道去哪里过啊。我不知道跟我的朋友、好朋友、某一种女的朋友跟某一种男朋友去哪里过圣诞晚会啊？那当然就是可以来教会嘛，对不对？那在这个表演的团体呢，我们都会为这些表演团体预备礼物。所以如果说你有推荐的社团，你觉得他们真的超厉害，不看他们表演真的太可惜的，就是请你让他们可以跟余文来联系。那我们名额很有限哦，我们名额很有限。那这个他们被邀请来的，他们会有属于表演团体的特别礼物。
然后当天呢，也要邀请大家，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圣诞晚会呢？我们就在筹备期间就参与在这个预备当中。所以也要邀请每一个青年，如果那一天你是会来，或者是说你也很愿意一起来共创这个圣诞晚会，你想象的那个圣诞晚会，那就邀请你一定要来参加，然后邀请你在事前的时候也可以参加筹备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要来预备我们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许多人是下班下课之后赶过来，为了要参加你的聚会，为了要为你服侍。现在我们一样一起将我们的金钱、时间、才能献上，为你圣工所用，求主悦纳。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请坐。大家平安。我们一起要来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马可福音第2章，我们要从第1节看到12节。好，预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迦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僭妄的话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我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我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面前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愿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明白。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同心服事，领人归主。弟兄姐妹，什么叫服事？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回答？什么叫服事？进来在花周报的是不是服事？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同工嘛，可能透过一些的服务其实这个都是一种服事。你的祷告是不是服事？是服事所以其实服事的定义很广，直到那牧师、长老、执事我们参与在更多的服事上面那个大声一点监听。10月份牧师会透过这样的一个讲题的信息，要用同心服事。上个月我们谈到同心的建造怎样建造教会？教会是谁？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信主的人那我们明天在早上的礼拜，我们会召开临时的会员和会。这边你受洗了在这边受洗这边成为陪参会的举手一下。好，请问一下，我们明天这些会员要出席，如果没有出席的话就会无法成会无法成会就没有办法选举出长老执事。那为什么要选长老？为什么要选执事呢？为什么？有谁知道？这些长老执事是做什么？都没有人回答，是不知道还是不愿意回答是今天补班补课不舒服吗？分担。好，其实很重要，就是协助牧师治理教会。初代教会有看到每一天3000、5000人进到教会原本有一些的社会服务。就比如说爱餐我们有吃过爱餐的举手。爱餐对请问一下，那爱餐一天3000、5000不要3000、5000了500人进来，爱餐会不会出问题？谁来服侍？谁管厨房？你看我们带夏令营这样带夏令营的时候，光吃饭会不会有一些的问题？要不要维持秩序？谁要安排打饭打菜？对，这个都是问题谁要来做当时彼得这些的门徒，你说叫他们来做吗？他们要专心在祷告传福音那谁要来做那时候就看到一些的需要，还有就是分配不大公平所以就怎样就请大家一起来祷告，然后选出7位执事。这7位执事来，就是在事务性，在爱餐，在我们教会上有救助的这食物的银行。我们透过这些去关怀那一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然后长老是协助牧师在决策上这些年轻人我们怎么明年要帮助他们特别经费要不要多加一点？要不要？要做什么？多一点要做什么？传福音吗？还是吃喝玩乐？我们就会计划嘛，然后就会思想说我们怎么样明年训练一些新媒体的人员，对不对？我们怎么透过一些的训练装备，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艺人像那个徐乃麟听过吗？虫虫听过吗？哇，最近你看发生了什么事在媒体上他不知道已经被
安安的录下来，然后他就是在彪骂，然后一些不好听的言语，对不对？虫虫，我看他是一个基督徒嘛，他是一个基督徒了，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了，好，所以他觉得他受辱，他自己没有关系，但是他的妈妈被侮辱，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所以他觉得可能就过不去了，所以在直播，你看直播出去，多少人看到啊？对啊，现在电视台啊、政论节目啊，或者什么，我就开始骂谁、批评谁、许乃点，哇！今天2点不得不怎样出来道歉哇！希望有机会跟这个唐崇盛这虫虫道歉。看到什么媒体的影响力？有没有看到？哇！如果没有这个媒体影响力，我告诉你，他不理他还是综艺的大哥大嘛，对不对？不甩。但是你看，因为这样媒体的缘故传播出去，哇，大家就开始骂了，一些的争论节目都开始批评他不得不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新媒体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希望培养一些在我们有这样的恩赐专业以后在你自己的人生规划里面，可以成为你的什么你的工作、你的创业。好，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今天透过拣选我们的这一些的长职，要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我们拟定一些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你可不可以传福音？你不要小看你你如果好好的使用这些的媒体还有就是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装备造就，所以领人归主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基督徒的特权，还有祝福。那今天教会要透过许许多多这一些的方式，比如说刚才之前传道有提到，我们在圣诞节有自己的年轻人所举办的圣诞节的晚会，我们从12月2号我们有点灯的这样的一个礼拜。在外面，我们可能透过打卡上传它可以进到我们里面，然后得到一些的小礼物。那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设计一些的活动，所以教会用各样的一个方法策略，就是要把耶稣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福音传出去。但是我们要怎样装备我们自己神奇的一刀神奇的数字卡，这样都是要帮助我们怎样熟练，然后呢，让人知道为什么要信靠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影响？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确信当然知道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最重要就是他要我们能够去，然后使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听见耶稣，那关怀，透过建立关系，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明白这样的福音所以今天主耶稣邀请我们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一起来领人归主。所以我们来看在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信息，我们要来认识同心服事能够领人归主，那认识同心服事领人归主传扬福音的一个祝福对你来讲是怎样的一个祝福？好，第二个我们要一起来操练传福音也要装备所以牧师在礼拜六，牧师有开什么属灵家长，就是要帮助我们怎样说问听话主应信，说什么你要跟人家说什么 ，Hello 吃饱吗？刚下课下面就不知道讲什么吗？好，所以我们透过说问听，倾听他内心的需要，然后呢扭转话题到耶稣的身上，他怎么回应，然后我怎么带他做决志，谢谢，对不起，请，这些都是装备我们怎样操练领人归主让透过可能祷告，你的祷告让他能够经历到什么？经历到耶稣的大全能。好，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透过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但是我们都可以做这样一个团队的服事。
所以透过团队的服事，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些人的需要？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在加百农，然后有在一个地方一个房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有这样的一个布道会，有这样的讲道，是我们看到有几个人，他们带着他的朋友来到耶稣的跟前哦。第一个，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几个人带着他的朋友来到耶稣的面前，几个人？你刚才有没有读圣经？4个人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的人，他们发现了可能他的朋友的需要。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朋友他内在的需要？摊子是怎样？摊子就是没有办法动呢。有一次牧师闪到腰，真的躺在床上连脚要移动都不能移动。我才感受到说，哎呀，那个摊子他内在的那种需要跟痛苦啊。然后我的长老就帮助我慢慢把它移，然后带去给西医，然后打针也没有什么用，要帮我按摩你看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如果你自己经历过那个都不能动的时候，那真的是不自由很痛苦。所以有一些人就是死了算了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没有办法移动，他的生命出了问题，他的什么生活也出了问题。好，有谁看到可能有一个人，哎呀，这个俊宇看到他的朋友，或是佩鲁看到子瑜，对不对？看到他的需要，看到他什么需要？看到他的朋友可能内在的需要，内在好像是一个摊子，怎样？没有自由，没有办法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有一些人在内在上，你觉得一定要外在的身体有这样的不自由才叫摊子吗？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一种感动，就说除了外在的身体上内在也是一样的。你没有办法没有自由的时候，那个也是一种内在属灵生命的摊子你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牧师常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个案是这样，他没有办法很自由的照着他自己的想法。他说牧师常常有一些的意念进来，就叫我做什么，叫我做那个，叫我吸也看亏我，叫他死了所以他就可能去吃个安眠药或是怎样，就是他没有办法很自由的有自由意志，然后来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什么样想做的事情。这些的朋友，他们看到这个摊子，他的需要可能是很低阶层，还有呢，他们是怎样很弱势的，因为他没有工作了嘛，他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他可能要靠着谁？靠着施舍，靠着乞讨，靠着别人的同情。我们看到他的需要，除非神迹不然完全怎样，没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有一些人发现他，也在意、关心他，好像我们的骨肉至亲一样不会因为这个摊子，他是低阶层的好像乞丐或者是街友等等，我们就忽视他的存在。前几天有一个可能被关过的更生人，他来找牧师了。牧师也看到他的需要他被关到快差一点死掉他中风，所以他在行动上有一些不方便但是他在监狱里面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你们两个是怎样有什么跳蚤吗？OK， 所以
牧师就跟他聊他内在的需要。其实他在生命当中，他过去有一些问题啊，他可能用自己的想法方法去面对。但是当他认识耶稣之后，他的朋友带他来怎样来找牧师，然后我跟他聊，我鼓励他明天来做礼拜。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创意耶，他一做这样的一个创意企划，可能是上百万是几亿的这样的一个企划案。我说你好好的依靠耶稣，然后呢，然后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成为什么一个新造的人，他的生命可以有很大的改变。好，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个摊子的需要，所以彼此来分享。一个人的看见他分享给他的朋友有人介绍，这个人需要帮助，我们可不可以来帮助他？来，有人分享，有人这样传递，张三理事，这个人需要帮助所以本来3缺1嘛，对不对？不是打麻将，好不好？3缺1，讲了，这样，我们看一卡来，我们来协助他单价拿来就来帮助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看见这一个朋友的需要，看见他需要耶稣来医治他，不然他这一生去了海了没有什么盼望。好，就这样的一个分享，Mandy 佳琪等，好，凑了什么4个人，我们一起来帮助他，好不好？这个一个人的看见，你看成为什么？一个团队的负担，一个团队的需要，来帮助这位没有自由的，没有办法自由行动的。好，我们来看所以一起关怀很重要不是只有你个人。所以牧师在来到教会，我们分享透过生命册，我们一起怎样？透过生命册，你自己有想到你的亲友当中有没有信耶稣的吗？有。所以我们会透过圣诞节一些活动，也有一些的餐会，我们可以祷告设定他，然后为他代祷，然后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人带着，这边没有写他是什么名字。好，什么人？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可能，但是我们看到没有留他的名字在圣经里面，但是耶稣怎样纪念这些人？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可能是你，可能是我，也可能是在提醒我们，这个圣诞节，你可不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不是只有你来，而是带着什么？你的朋友来。我们会有一些的安排、创意、设计。如果你有好的 idea 点子，你可以跟世界传道跟 Mandy 讲。其实我们看看集众人之智慧，我们如何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可能这个有人就是你，这个有人就是在讲，你会带着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能够经历到耶稣奇妙的作为。所以他们实际有这样的一个付出，他们不只是停留在思想。听，我知道了。他们还踏出一步，实际上参与。然后呢，你看拿着担架到他家，然后一起搬然后要他抬。好，你看这个都不容易的在后面这个团队还要收集资讯了解这个耶稣现在在哪里有人比较喜爱5月天，有没有？刚才说4月天嘛，对不对？那有人喜欢5月天？你们都不喜欢很好不用牺牲了其实我也不会吸引不会被吸引但是有一些我看以前教会有一些人削嘎那样哇，那些在高雄他就怎样跑到高雄，在哪里他就跑然后去排队去怎样被吸引了来，有人喜欢大改乐团的举手。你们都不喜欢我要告诉那个阿凯
有人喜欢那个大改乐团的？对，感谢主哦，至少还有一个那个日行一善，好不好？好，我们看到，如果你喜欢这个团体，你会不会去注意他的行踪？会不会？会啊！哦，这个礼拜六在哪里？下个礼拜六在哪里？你看这些人哦，他们也很注意哦，注意到耶稣在哪里？哎，耶稣现在进了什么？加百农啦，所以他们留意耶稣的行踪哦，又进了之前哦在哪里？然后现在耶稣进了加百农，我告诉你，加百农的那个村庄哦没有多大。这个地方牧师去了4次而已啦，明年4月还会再去哦，这个加百农哦。好，那现在哦，他什么时候在其他地方？现在又进来了哦，然后在哪一个家里面，在那边有一个聚会，所以他们很留意什么？耶稣的行踪，还有呢，他知道耶稣有什么样的作为。哎，之前哦。圣经告诉我们说，之前耶稣在加百农做了什么事？把污鬼赶出去。哇，那个地方不大嘛，所以消息就会传，就引起到我们注意。哇，大改乐团什么时候在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演出耶稣他又进了加百农了哦，然后呢他在那边做了什么事？就有一些的注意哦，所以这个团队里面呢，他们也要有人知道耶稣的行踪。好，因为我们看到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他知道耶稣爱这一位摊子，他知道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耶稣既然能够赶出这些的污鬼，相信耶稣也能够怎样？医治他之前能，这个时候能不能？相信能，所以他们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他们相信耶稣既然能够把污鬼赶出去，相信在这一个摊子的身上，他没有盼望了，但是耶稣能够使你看过去有一些人没有盼望了，但是因为耶稣的一句话，因为耶稣的一个全能的服事，所以看到什么？看到他们了解，他们认识耶稣，他们认识耶稣的权柄，他们知道耶稣有这样的能力，连污鬼，连这些群鬼都要什么？怕耶稣。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心里面有一个信心，说：哎呀，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了。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这个摊子，帮助他的朋友，甚至帮助他的亲人。可能这4个里面有一个是他的亲人，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自己得着了，但是我们愿意看到我们亲人还在那个没有盼望、没有永生的福分里面吗？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知道耶稣是这一位摊子唯一的希望。我们只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关怀，哎呀，好不好？有没有吃没有吃就帮助他吃预备这个食物。然后呢，可不可以医治他？我们只能关怀他，我为你祷告一下。但是他们知道，唯有耶稣能够满足这个摊子的生命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团队怎样关怀需要，然后呢，知道耶稣收集这些资讯，怎么样透过祷告来帮助他？怎么样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帮助这个摊子能够得到生命的自由？好，所以他们进一步的他们排除万难，他们能够同心来服侍，排除他要来遇见耶稣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他发觉来到这家的家庭，发生什么事啊？充满了人。外面好多人，他们可不可以靠近？一起来念来。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
既猜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看到什么？第一个，环境上有这一些的困难，人多得不得了，连靠近都没有办法靠近了，容不容易进入？不容易。耶稣正在讲道了，可不可以打扰他？哇，内心有这些挣扎啊！像牧师在讲道，如果有一个人把那个摊子抬进来，会不会影响到牧师的讲道？这样可能牧师说：“那个保全人员招待人员把他赶出去。”他们知道耶稣他们知道耶稣爱这里，但是外面的人很多，连靠近耶稣都没有机会，怎么办？好，第二个他想到拆房子，好不好？哇！你要想到，如果像现在教会这个怎么拆屋顶了？告诉你，如果有机会去看他们的房子，不像我们这样他们比较容易拆了比较容易拆我们去那个以色列的文化村，它就有当时类似像当时这样的一个房子要拆比较容易，但是我们怎么拆？屋主同意吗？就要想屋主同意吗？好，这样拆下去要赔多少钱？好，那如果要赔钱，谁付？这些都是问题嘛，对不对？好，我们来想看看好，这个就是在遇到环境上的问题。好，人多得不得了，对不对？怎么打扰？拆房子怎么拆啦？拆会不会影响到耶稣在讲道，对不对？你一起在冲下把人被叫人把他赶走，会不会钱呢？谁出？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他们想到方法了。好，一起要行动，然后把这个摊子连那个所躺卧的担架、褥子把它怎样坠下来。好，我们来想看看，众目睽睽之下，万一还没有医治就摔死了怎么办？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如果这当中我们看到4个人够吗？如果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我们来看有什么样的困难。在我们的服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有没有？一定有吗？你那边先下，或者是怎样？或是1、2、1、2，好，我们要发口令吗？谁讲吗？对不对？好，4个要同步吗？如果2个先，2个慢，发生什么事？这个摊子会怎样？会滚下去，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不同的意见，要听谁的？谁要当leader如何协调？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说我看算了又要拆屋顶，然后又想到要赔钱，然后又会打扰到整个聚会，怎么办？我看算了所以我们看到怎样？如果一个人不，2个人不，就会影响到整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服事，所以不容易就没有办法使这样的一个关怀的行动能够成就。所以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彼此要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协调，我们怎么样平均，然后要怎么样把它垂到耶稣的面前。好，第3个，我们看到这团队他的信心够不够所以我们看到信心很重要无论如何，即使是要怎样拆屋顶，我们都要把这样的一个任务，这样服事把它完成。所以看到他们生命里面有什么很热忱的要帮助别人，能够遇见耶稣。第2个，他们很积极的不会因为环境上有一些的困难就怎样停止了，他们主动的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呢，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就创造机会；没有那个环境呢，就创造那个环境嘛。看到什么？
他们就一定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说他们相信什么？耶稣能够医治，他们带着坚定的信心。然后如果没有同心，我们看到可能这个摊子就会摔死。所以他们同心，他们能够同力，然后呢，让这个摊子能够经历到耶稣全能的医治。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等待环境的开路，或者是主动，然后积极的去面对，克服这样的困难。你在那边，我们就等到耶稣如果聚会完出来，看有没有机会，然后大喊耶稣耶稣来帮助他。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就怎样？赶快创造一些的机会，主动，然后呢，他们让耶稣能够医治这个摊子。这边我们看到人的责任，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有这个热忱？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需要？如果我们有这样预备好，耶稣的作为就进入。看到什么？信心多么重要！如果我们说算了，可能我们这样会白忙一场。我们邀请他来教会，白忙一场。可能他不可能信耶稣邀他来没有用进到教会里面又没有人跟他打招呼。对不对？可能他一次来就不来了，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负面的想法，即使是真的，很多新来的朋友进到教会怎样，都没有人理他，可能就是唱一下“真正的高兴的见到你”，然后下次来根本不理他。看到什么？人的责任。当你预备好了，好好的带领他，关心他，主的全能感动，就会让他去遇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带到主的面前，相信什么？主会工作，主会医治，主会帮助他，这就是信心了。如果第一个连这个信心都没有了，就不用带人来。连这个信心都没有，你也不会带人来。好，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这个团队带出什么样的一个祝福？好，我们看到他们自己这个摊子，他们的团队，众人都可以经历到这个信仰的祝福。一起来念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看到什么？因为这个团队。他们的信心，因为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呢，是不是这位摊子的信心？这里耶稣说，他们这4个人，他们同心合意的，然后去服侍这个。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摊子要不要有信心？要他如果没有信心，没有相信这4个朋友。没有相信耶稣，白忙一场；没有相信耶稣，我还没有耶稣为我祷告，可能就被你们搞死了，对不对？摔死了也不一定还要拆屋顶呢。如果在这个过程，他听到说，我们来拆屋顶，然后把你从那个屋顶上面把它垂下来，好不好？这个摊子可能吓死了，你知道吗？不要赶快把我抬回去吧，不然就真的被跟处理了，你知道吗？就抬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摊子要不要有信心？他要有信心所以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对他讲：“小子你的罪赦了，起来行走。”他要不要有信心起来行走？他也要了。耶稣即使这样讲，他要不要有信心？伸看看，起来走看看。这个信心重不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完全人得着医治，这个医治带来什么？他的生活，带来他的生命的改变。他可能不用再靠着别人的同情、乞讨，别人送食物给他，
他自己可以怎样有全新的生活。第二个，我们看到众人的见证，包括这4位，他们4位，我想，哎呀，我们服侍有代价。我们看到他的朋友重新在耶稣里面得着什么一个新的改变，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们高不高兴？他们高兴啊！所以我们相信他们会继续来做这样的一个服侍，来关怀这些弱势的需要。有没有对我们有没有提醒？好，众人呢，他们看到这一些神迹奇事所以主怎么医治他，主怎么赦免他，相信他们认识到耶稣原来有赦罪的权柄。当然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在旁边怎样叽叽喳喳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抱怨或者是控告耶稣，他怎么可以这样做？赦罪的权柄是什么？是上帝啊！他是谁？他是老几？他是木匠的儿子啊！他可能只是一个老师而已，他怎样说这样浅望的话呢？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当中，信心建造了这些的众人，所以他们的信心怎样重新被眺望，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最后将什么荣耀归给上帝？可能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聚会了，可能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对上帝失望了，可能他们对这个信仰不在乎。但是因为今天看见耶稣的作为，只讲了一句话：小子啊，你的罪赦了。看到这个摊子起来行走，他们的生命被耶稣改变了，他们遇见了耶稣，他们重新怎样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耶稣也解答这样信仰的一个问题：谁能够赦罪？他讲人只有什么赦罪的权柄，耶稣就是上帝本身，他降世成为人，所以让大家知道他就是那一位从天上来的，要拯救我们的。哪一样容易呢？是赦罪容易，还是摊子你起来行走容易？看到什么？这一些在耶稣的面前都可以做。他是赦罪的主，他也是什么医治的主。看到什么吗？所以信仰帮助我们解答，他是赐给我们永生生命的。还有他在生活当中，我们邀请他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你祷告，你就能够不断的去经历到他奇妙的作为。好，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看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作为？第一个要从认识，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位耶稣是谁？你有没有定睛仰望他？我常常跟人分享那个神奇的一刀，或者是在救护车上面这2个记号，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仰望，注目仰望。特别是摩西在旷野举蛇，就是这些被蛇咬的，他们面临死亡。我们看到耶稣，上帝告诉摩西说：“你做铜蛇，然后这些人要仰望。”耶稣说：“人子也要这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就是注目、相信、仰望，就必得永生。”认识耶稣，然后呢，注目看耶稣。你有没有仰望他？很重要，这是得盼望、得医治、得能力的一个来源。第二个，同心服侍，参与在服侍里面，我们可以一起领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神已经今天拣选你我，要成为什么？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好不好？将你的手交来，我们拍手来。要拍就拍大声点。十字架你的
次来宣告。不一样的，拣选你成为那个得着灵魂的、常结果子的。你预备好了吗？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邀请，一个 line， 可能你拿这个邀请卡，告诉他12月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活动，可能因为你一个邀请，他的生命改变了。就因为这4个人带着这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他可以自由的行动，他重新过新的生活，他被耶稣赦罪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今天，在2017年12月，可能透过你的邀请，你本身的出席之外，透过你的邀请，让这一些的亲朋好友，他们在耶稣的面前经历了被赦罪的权利，他们经历了耶稣的医治，无论是内心的瘫痪，或者是外在的，都要因着耶稣改变他们的生命。预备好了吗？如果你用信心来相信耶稣，他一定的，他一定在他们生命当中会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拣选我们，成为你施恩的管道。主耶稣，你呼召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可能是一个邀请，一个电话，一通 LINE。主，我们要看到圣灵的感动，要释放他们，要让他们的灵魂体要得自由。主，你先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胆量、有信心。当我们用信心宣告，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我们预备好了，要让你来使用，求你使用我们，透过一个看见，一个关怀，透过对你的认识，透过我们信心来排除这个困难，就带出属天的祝福，让人看见你，遇见你，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永生的赐福。愿耶稣基督你的救恩透过我们成为施恩的管道。亲爱的上帝，你的爱充满我们，也让我们成为你爱的管道。主圣灵感动我们，就像这4个朋友一样，热忱、积极、主动，用信心创造美好的机会，用信心打开一条新的道路。主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被你来使用。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坐下之前，跟旁边说，神要大大使用你，成为祝福。我们请坐，我们默祷。